新竹縣的湖口地區呢，傳出有查甫人伫半暝時假影要來問路，連續甲這出外賣宵夜的這個查某人甲問話問3擺，結果看對方攏無回應，轉提出那像是番仔薑水的物件對人甲噴，這噴了人就隨走去。目前這被害者已經驗傷報案。騎奧多拜查甫人半暝半佇大路四界看來看去，找下手的對象。代志發生佇新館湖口，半暝3點外有查某出門買宵夜，結果有一個查甫對佇伊後壁，規路找伊講話，互人拒絕了後，共款繼續對，尾仔甚至佫提出疑似番仔薑水的物件，甲人噴。附近的民眾講，這大半暝定定攏有啉酒醉的人，有的佫會佇大路大細聲。是那邊的時候，有那唱歌的 KTV 的時候，就經常半夜的時候。就會這樣白白碎碎，就很吵，就到處這樣，直接喝醉了啊，到處躺啊。我好像有看到那個網絡上有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。本案已依歸受理及偵處中，目前已掌握特定對象，將積極查緝到案，釐清案情，依法就辦。同時持續加強該路段巡邏，防治不法。受害女性尾仔是趕緊走去附近的超商報案，警方提醒民眾，若是拄到騷擾的行為，第一時間要保持冷靜，想辦法去人較多的所在報警察處理。在此也提醒民眾，如果遇到跟騷行為，要保持冷靜，應對蒐證，勇於報案，捍衛自身權益。警方絕對依法就辦。警方指出，目前已經掌握特定對象，除了會通知嫌犯到案釐清案情，也會加強附近路段巡邏，避免有同款的代志發生。記者杜君和，新竹報道。